落地玻璃景觀加埋精緻 pantry 位，咁大間只係萬零蚊咋。Hello， 我係御龍地產 Sandy， 今日帶大家開箱葵涌天際中心，大堂同埋大廈都好靚仔噶，同大家一齊喺呢個建築816尺嘅空間行個圈先。feel 唔 feel 到呢個空間咁靚？天花嘅冷氣系統齊備，牆身除咗預留好充足嘅電掣位，仲特別加咗射燈，令到成個感覺勁高質、勁有格調。最令人驚艷嘅一定係呢片大片嘅落地玻璃，坐擁高層無遮擋嘅開揚景色，採光通透到極致。行到去單位入口呢邊，呢度一早整好咗專屬嘅 pantry， 基礎嘅 pantry 櫃全部做齊，仲特別預留咗個位置俾你放雪櫃，想喺度沖杯咖啡都超級方便。再睇埋個洗手間，成個空間超企理，裝咗鏡櫃幫你逐足收納。最貼心嘅係連熱水爐都幫你裝好埋，配套簡直係天花板級數。呢個816尺高層靚裝嘅空間，租金只係15500，同時放售450萬。想擁有呢個咁高質嘅 studio，快啲聯絡我啦，拜拜。